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成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来，你看，北投温泉博物馆，哇，这30档，差不多30档进前，我就甲遮结了缘。今仔日要来看一粒石头，毋是一粒石头啊，尔，800公斤的石头，北投石甲温泉有啥物关系？我找到一个台湾真罕见的这个温泉的这个专家，要来讲咱北投的温泉的先生。咱斗阵来看温泉有啥物美感？好来，北投石的专家不是啦，就是温泉的专家、水质的专家咱的甘老师啦甘老师，你特别甲我指定讲，来这个800公斤，这个北投石，这是什么意义啊？其实这个北投石伫阮的化学的名称叫硫酸铅钡。硫酸铅钡，硫酸铅钡，伊内底生熬盐，熬杯铅续电子迄个铅，内底含有镭的元素，镭就是咱北投石内底有放射性元素，是这个足重要的。我刚才知影讲，这跟李婉婷有关系啊。伊的清华大学硕士论文，就是做这个北投石的研究。老师，这跟温泉有啥物关系啊？这含咱温泉内底咱即马台湾的温泉法内底温泉标准内底有一项就是看镭浓度，伊的镭浓度有超过迄个标准，伊个被认定为温泉。所以我要真正讲，比如讲我若一缸烧水，摕石头来甲冲到有迄浓度有够。安尼就会当成温泉。伊迄水内底你也有迄个镭但是爱天然的水啦天然的水内底也有镭伊的放射性元素佫有超过迄个温泉标准，伊的温度嘛超过30度，伊这就有可能就是达到咱的温泉的标准的是。佫讲来，有这个北投石的这个温泉。对咱人的身体，还是讲伊的化学反应是啥物？应该是安尼讲这种镭的治疗这伫迄个国外，像伫德国、日本、俄罗斯其实足侪人做这种自然疗法，这比较属于自然性的疗法。伊迄个是讲镭，伊放射性衰变之后变成氡气还是氡个一个气体内底有一个氡这个东西的确啦的确伫迄个自然疗法内底是可以被用来做治疗，但是我可能这嘛是爱较保守的来讲就是讲伫咱台湾这种治疗的，尤其是癌症，还是讲一寡镜头的治疗，这咱爱较保守，因为咱无第一。咱这个镭浓度是天然的，伊的浓度悬悬嘛第二是哪会？第二咱无一个系统性的研究所以对这种自然性的疗法内底做无交转啦。做无交转，所以咱爱较保守来看这项代志。但是我曾经去过德国巴登。是巴登，是。因那嘛是吗？因迄是用温泉，但是唔是雷泉。因为是，但是伊遐是迄种属于碳酸氢盐泉的一部分。是。伫迄个俄罗斯。俄罗斯一个叫索契。对，迄个所在迄做有名，迄是斯大林杀人魔斯大林咧泡温泉所在。斯大林这个修养听讲伊一当伊个种选一个月去遐保养伊家己的身体。因为遐其实伊迄温泉真正有温泉的疗养院，因俄罗斯这一块应该是讲欧洲这一块温泉的医疗，其实伊归属在自然疗法，但是它非常的风行在
很多这个欧洲的一些，他们叫做温泉保养地，温泉保养所在。所以咱伫遮，咱这过去的这个，即马是变做温泉博物馆，其实嘛是日本时代的这个疗养所的。是，所以日本的这个汤汁的观念，伊足济嘛是源自于澳洲嘛，哎，是安尼来的。老师讲到对吼，咱北投的这个温泉有多几种？北投的温泉拢总有3种，第一种是白红，白红；第二种是青红，青红；第三种是铁红，铁红是，白红就是离咱新北投这个所在遮，离伊迄主要是为迄个硫磺湖遐出来，硫磺湖，青红是为对来地热湖，铁红伊个离迄个龙凤池遐，离迄个较顶悬，拢无介远，拢离咱这个阳明山的这个所在遮。真正哦，北投遐夭寿厉害，也有这完全世界应该是独二吧？对，即马吼有以北投市内底这个雷吼为主的吼，咱即马发现就是日本的玉川温泉，个咱北投温泉，哇，这观众朋友，今仔日吼，甘老师佫要带咱来认捌吼，白红、青红。主要这两种，这两种吼，到底是啥物一回事？而且哇，不能当好食呢。当然咱会当食迄个温泉蛋，拿过来，泡咖啡，来试看卖。哦，今日我赚到安尼，哦，感谢老师，来去。好，头仔甲恁讲哦，真正要来泡这咖，这台语要安怎讲哈？这足浴啦。这日本话是足浴，老师。足汤。足汤。啊，毋就卡汤。好啦，这观众朋友才甲咱看价者，看是要安怎讲吼。但是今仔日吼来遮这个所在，这我是细汉的时阵，这个怀旧之地，这个所在龙奶汤，听到你就震动天下。这今仔日真无简单哦，请到老头家。老板娘，老板娘，阿姐你好，你好，这是第三代，老师给咱介绍，这龙奶汤我头一日来有看到一个碑呢，这个碑有历史咯，这碑的历史应该头家娘比我更加了解啦，是不是？头家，迄是顶头是写太祖，对，太祖叫艺人皇。艺人皇帝，艺人皇子，你是皇祖的时阵，做皇祖，兴起来到台湾，对，有来遮，应该没有，他只是是去顺那个溪啦，因为他伊对那生物遮有兴趣，所以伊行过溪去看迄石头，看一寡生物，本来是这个碑是迄溪仔来。溪边，阮公公，因为他迄正路迄阵，伊也提来，刷来，这无简单，这几百年，有真百年哈，真百年啊，定点之宝呢。还好啦。我来讲，另外一个定点之宝就是这啦，这。温泉蛋，温泉蛋，我试看卖吼，开始吼。这有放盐伫的？无，一定要爱上盐啦。爱上盐。你先试试看原味，相关味吼。看有咱的红旗，即个红水味。红水味，对，红水味吼。老师，是啊，咱这是算做青泉，青红，青红。青红甲白红煮起来两有啥无共啊？无啥共款，因为青红较酸啊，咱的白红较袂遐尼酸，两种拢是酸的，但是咱青红因为伊的酸碱度差不多1.6到3中间。所以伊迄温泉甲入去的时阵，
因为咱这蛋壳吼，是迄个碳酸钙，吼，这种。嘛是酸的啊。无，伊迄个酸的，因为较酸，伊会甲迄个成分渗透进去的较侪，咖喱的较侪，所以咱食起来吼，有迄个硫磺的味道，用青黄瑞煮的这个温泉卵，有迄个硫的味较重，味较重，有迄个一个安尼硫磺味，硫磺味，但是较芳。迄像咱炒就是芳啦。啊，而且吼，伊的温度较悬啦，咱青黄的温度佫比白黄佫较悬，所以吼，咱咧煮的时阵，伊的熟度啊，哦，佫小可佫无共，哦，伊这热度加集中，啊，佫渗透性佫较悬，所以煮出来，咱煮起来这两个风味吼，是和咱白黄煮起来啊是无共的一个迄个感觉。有风水味啦，吼。甲有风水味，啊嘛甲石头，啊甲紧石头，嘿。较紧，较紧，因为这香水较容易有浪芳伫的。对，伊的温度较悬，啊，佮伊的酸度嘛是较酸啊，吼，对。你讲无2分钟，我就睡不了咧。你这比老师青红更较厉害啊！歹势，老师咧讲解我就食到叫要完去。是啊，是啊，嘿。啊，咱这包这竹芋吼，我会记我细汉时阵还佫无这呢。对啊，这是阮改进条。阮妈妈拢做叫做三线，讲恁这是三线汤。对哦。我三线羹啦，是安尼开始的嘛吼。对对。但是我就知影讲，哦，这龙奶汤就是这样。真的啊。真久啊。真久啊呢，咱算起来才偌久？70年。啦，爸爸5岁的时候就来。5岁。5岁就来了，他快90年了吧？90年。90年啊，哦。但是咱龙奶汤的历史100几年。从日据时代算。日本时代嘛。日本时代的。但是我看恁即摆改较真素食呢，吼。啊，有这，啊，佫有这。这是你想的吼，少年的，赞，知影我爱食这。这竹汤本来也是家己想要泡，然后后来你家己想要泡，想要掺一卡，哦，想要掺一卡。啊，老师，啊，佫有这红茶呢。哦，这红茶啊，我遮嘛有，我遮嘛有，哎。拢台湾的啦。哎，台湾的。哦，蜜香。真香诶。嗯。食这卵多好呢。哦，你知影我调工再去空房，真好。小点心啦。但是我知影讲，咱遮还佫一个特色，咱大众地内面迄石头，是北投来迄个基里花的石头。对，基里石。啊，迄就是古早，迄算做古迹安尼哦。嘿，迄历史久，即摆无基里石啊，即摆无基里石啊。对。哦，所以哦，观众朋友来吃，你就要知影，除了安尼食这啦，若食的，啊看讲哦，应该泡的时阵就懵了对嘛吼。可以，会使。会懵的嘛吼。对，会懵的啦。哎呀，因为基里石伊会保热，温度可以保热。哦。对，而且耐酸。保热，跟耐酸，老师，这话甲咱讲解者。其实伊本身这安山岩吼，啊本地伊就是有这个特性啊，所以讲你讲伊的导热性啊，佮伊的抗酸碱吼，这个是本地伊原地这种岩石的一种特性啊，所以足侪甲用来做像咱和温泉结合，哦，可能做汤柜啦或什么的，一些建筑的时候使用的材料，哦，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咱的大理石啦，吼，也是迄种啊，只是讲伊的岩性无啥共，主要是安尼，啊，佫是有地方的特色嘛，是咱遮北投落来遮的这专门采厝的，采厝的这石头的特性是。真有趣味吼，有迄个，迄华语讲一览众山小，来我家，啥物拢看有安尼，而且袂歹。但是我爱问，像妹妹啦吼，后期我甲你请教，你对妈妈的手头、爸爸的手头来变，你要变的时候有反对吗？无啊，拢很民主。拢随在意就对啦。
没有，我咱有咧想啦，我迄阵时我们交学下代，我就按因爸爸讲，咱就要整理好，要交好因，嘿啊，因为你也知道，怎样都要开始迄阵里面设备啊，像那种。啊，无够现代。嘿嘿，对，就是个清气，个吼，咱大家看。清气是真清气，咱天阳讲，我细汉时阵来，我泡在大众群哦，我拢讲。啊，你泡几年？你几年了？哦，我3、4岁来，上无到国中哦。安尼吼。上无到国中哦，有喏。啊，天母也6困嘛去。哦。啊，才嘛来。是因为天母也开始有迄个小型公车了，阮才刷去天母，因为天母也较悬。对。啊，所以了吹风。对。啊，无是遮是上近。你再火车了？对啊，对。对啊，要火车就到啊。小火车。嘿啊，哦，迄真气味真好啊。但是你咧做转型，咱若算讲转型啊，你转型的时候，你有拄着啥物？爱想讲，这来较变，啊，人客才有这明显的这种转变。你家己感觉？就年轻人比较会走进来了。少年啊？嘿，少年啊。是因为少年头家较水安的意思吗？我就干净都是有啦，啊，就是比较现代设施多了一点，啊，服务也比较现代一点。这有影，这我坦白讲吼，老师是不是安尼？因为老师其实唔那是对水有研究，对着经营嘛有研究。有这通好泡脚的吼，就不关系，人就讲一摆。是啊。无就来就是爱洗身躯，就啊，我早起我早唔是才洗过啊，就来。好。啊，有时阵带那个小朋友啊，嘛是啊，小朋友现在就可以来泡脚，嘿，较方便啦。嘿，囡仔惊烧啦，嘿啊。哦，但老师吼，其实对水质吼研究之外，佫有吼对这个五行脉象吼，佫有研究呢。所以我家己做研究吼，当伫今年5月，我要来日本发表，就是浸温泉含迄个咱的金脉五行的能量吼，我有做一寡分析。啊，日本人感觉讲，咱对即个方面，既然温泉遮尔有好处吼，啊，佮为这经络能量的部分来看的时阵，佮有一寡足明显的发现。啊，所以因就足有兴趣的，因为讲真正浸温泉，因知影对身体足好，但是到底是对一个部分好，啊对这个人哦，因为大家人的体质佮无共，有的人适合足汤，有的人适合全身的，啊有的人适合青黄，有的人适合白黄，啊是毋是安怎来看讲？所以日本有迄所谓的禁忌症、和适应症，哦有的人。足适合来泡，所以咱咧泡的时阵嘛要注意安全，因为对这确实的嘛，所以讲有当时啊，咱爱因人而异，啊，这人互伊看适合泡哪个温泉，尤其像咱青红足稀有的，啊伊的酸碱度搁酸，啊搁内底搁含有这个铝啊，啊搁硫磺，这个都是阳性的，这种阳性。对咱的人的迄种能量，这种阳性的能量，实在是足好的。老师他登一个薄荷啊，2支手仔吼，啊拄入去，啊就 APP 就甲我讲，哦，有影的。老师你摕阮看者。科学的方式我互你看者。买日本展览呢？我来日本参加一个研讨会啦，啊个会看会到像这一寡的迄个脉象吼。哦，老师，你互囝头看者。来，迄就是我的倒手甲正手。迄红的是啥物？你讲互听。这个12经络。12经络啊，阮即马吼，就是人咧泡，啊甲泡进前切一道，泡了后搁切一道。发现伊这红的所在吼，伊拢变青的，就是讲红，就是讲无个伤低，无伤悬。伊会收缩，为啥会收缩？因为咱中医讲求平衡嘛。啊，你浸了后，你的血液循环好，你的迄个脉象可以趋于稳定。状况就较好。状况就较好，所以
咱即马咧做研究，我伫校咧做研究。老师，你读出来不要紧。啊，咱主持人哦，主持人伊的迄个消化系统啦，吼，肠胃较虚啦，吼啊，所以我有甲讲，你也要来泡迄个，尤其是小肠经啦，吼，小肠经小肠经脉这条吼，会当加强一下，吼啊，这里对咧，骹吼，胃骹啊，胃脚只偏只，所以你来泡这猪汤足好诶，泡这猪汤足好，尤其这个是酸性的。酸啊，酸碱都是酸的，这足好，对你足好。伊内面还佫有膀胱经啊。这查甫人过一个会所，那个爱注意膀胱经啦。这个查甫人来这泡7天，哦，头家我就定定来。这真正哦，如果你若想讲，头家娘，你想吼，如果这个物件若放在你店头前。每一个人要来泡进前先拄入去，互你试看卖，泡了后佫拄入去，佫试看卖，这增加趣味。若讲你信无信啊？增加趣味而且你若有信的人，佫延伸佫其他的这商机呢。对，老师，我们等一下研究一下。好啊，我甲你介绍，这个袂歹呢。我头嘛是甲老师开讲，老师拢唱播。我才开本来是无这拍的呢，所以安尼才老师才提出来讲，你试看卖，有影无影呢？这有影，而且有对啊。我平常时就胃肠较歹，就是，有年岁啊，60啊，就是半暝就是会上便所，其他拢还好，心脏爱注意，心脏爱注意，心脏爱两手拢有。对，两手看下拢有，这心脏就是这3个部分啦，拄我讲的这3个部分，较注意。老师有影有种才呢，做水质，做温泉，做五行，佮做中医八脉，佮安尼这就是为着咱地方地头，因为温泉这个产业扩展了后，会当大家泉水会活啦，亲像这个青红同款，泉水才会活。对。感谢呢，哇，今日特别熬着咱阿姊来甲咱斗乌宴呢，感谢。是献给你们。感谢。用过迄是气加水，气加水迄温度阮会使去调整，阮会使用阮的水的济甲少，来调整伊。像寒天阮就是至少保持50度以上。白红内底伊有硫磺。伊佫是咸酸，所以伊治疗这皮肤病足好诶，尤其是一寡霉菌所引起的皮肤病。我们希望用养生、健康、亲子、家庭来到这里享受温泉，上苍给我们最好的古老的温泉，去泡出你的健康。老师，这位是。这位是咱北水处的科长，科长你好。你好。科长，因即摆咧创啥物？伊即摆是阮每一天阮例行性拢会来遮温泉柜来测量这个温度。温度伊头是几度？58度。58.9真烧呢。对因为咱到寒天的时阵大家拢希望会使泡较烧的，再加上讲，阮较烧的温度因伊咧一寡饭店下嘛使减少一寡亚素含火的迄个一寡成分伊头伊这个牛啥伊嘛小牛只看阮的水量，阮每一天拢会来检查。你今日算做少还是多？这是正常。这算正常。对。老师，伊头讲什么柜？柜是什么意思？汤柜啊。这是温泉的迄个汤啊，汤柜汤柜这是日本字来的这是日本字来的，伊日本字较早伊叫做汤柜，咱就甲沿用过。这是要做啥物？这是阮来调节阮的温泉水，甲阮要送用户的一个迄个调节的。毋就敢若迄个便头共款。便头就是。跟那迄个水阀共款，然后是水来无啦，接到满了就溢出去安尼，敢若便头共款。这个
第一个是电台的迄个作用以外吼，佫就是讲，阮的用户拢是来遮接水。啊，哎，咱遮看到遮有一缸水有无？哦，这有人咧洗身躯，一坑啊，当有人咧洗身躯啊，有人接去因兜。接去。啊，那你无爱创个大坑啊，要创只细坑？哦，因为伊的讲吼，就是遮细机呢，阮这坑已经有够大。哦，所以温泉孔毋是遮大孔，伊来的时阵是遮大缸，但是去到厝体内面，安尼搭细坑，就敢若护士共款。是。哦，温泉孔有一支大机的。哦，这个温泉孔，哦，对啦。歹势哦，甲你错哦。啊，但是这个水量，敢看出啥物味道？这个水量是伊来甲阮申请的水量。哦，伊来申请的水量话，咱只看这个所在。伊迄个坑甲即个吼，阮保持拢做10公分，保持10公分吼。如果伊来申请的量吼，偌济，阮就是第一个就是坑的大小来控制，甲算钱。对。所以这是钱坑啊。对。啊，这无叮当是安怎？无叮当的可能讲，民众伊无用，伊甲迄个水龙头关起来，关起来伊的水呢，伊就是即个遮。可能伊人无住在遮，无人住在遮，伊就。都无使用的，无使用啦，无使用，无咧叮当就是无咧使用，啊，但是若水龙头一开，就开始啊，伊就降落啊。哦，所以我讲这敢若便头共款嘛，但是伊这个庆烟吼，我搭，咱小等下过去看青红，是，啊，这青红啊白红，这烟青起来，它温度有啥物？有差别，恁看出来哦。除了色地以外，咱这色地一定拢无共款嘛吼。咱只看这有白落落，这就是白红。啊，拄啊讲主持人讲迄个青红吼是透明。啊，阮这白红吼算是台湾较特殊的，因为阮这白红是为3公里外的一个叫硫磺谷，哦，硫磺谷呀吼，迄个果，硫磺果，硫磺果，啊，硫磺果伊迄阮拢是用落井落吼，伊的地下水足深的，足深的，啊，伊的地下水袂起，所以阮拢是储伊的气，硫磺气。哦，毋是储水哦。阮这气加水，水位顶头安尼落来，啊，气喷起来，咱蓝做伙。哦，变白吼。我泡温泉57冬，唔知影讲原来我泡的是汽水哦。白红啊，气加水了，白红啊。这是北投这边吼，较特殊的。较特殊的。你别位所在你泡袂到。是。哇，我甲阮在天的这老爸老母讲啊，咱自细汉你拢甲我讲这是水，这是气加水哦。对。所以伊无是拢将规年烫天拢袂不足就对啊。袂，拢袂不足。因为阮只要阮有水，啊，阮加上迄个气来混合了，啊，就使形成温泉。哦，所以北投哦，特点大澳呢。对，这真好呢。啊，再来咱来看青红。哦，好啊。青红离遮偌远？差不多200-300公尺尔。啊，较近哦。位啊过，近啊尔。哦，无这个较远，这差不多3公里。哦，3公里是为源头，啊，但是阮的青红的源头离遮可有1公里，比落去。哦，所以来看另外一个汤龟啦，彩虹的汤源头。哦，彩虹的源头，彩虹源头1公里，1公里。啊，阮遮有汤龟，迄个汤龟，有龟啊嘛，来看迄个汤龟嘛。是。来看汤龟。因安尼一日敢落爱，逐工爱出来巡。阮逐工拢爱出来巡，啊，一般阮的牛温度拢伫咧最末轨。因为最末轨如果温度够，那前面就应该够。哦，是，这是用什么材质去做这个龟啊？哦，因为阮这青红吼，伊的酸度较酸，伊的 pH 值差不多1.6。咱白红用的是暗门头的迄个龟仔嘛吼。对。啊，咱这暗门头的龟仔吼，要对这青红伊无法度，伊会叫。会去甲抽起啊！这酸度足酸的啊。所以这什么材质？用 FRP 的。FRP 啦。哦，这游艇级的呢？对，游艇级的。哦。啊，这就是安尼就是算3龟。对。哦。啊，即马这3户人家拢无咧用。对。哦。啊，迄个直的是还佫分车去。对，还佫分过。啊，那这个呢？这个顶头这个呢？这个是
以前可能有人的迄个呀，搁要出去另外一个所在，还是讲阮若一个关道吼，伊水也伤过济时，阮会甲溢流出去。哦，这液流的作用啦。对啊，这看落是去到迄个北投的鸡仔市安尼。哎呀，这上尾啊。哎，甲迄个路的有路的搁倒弯，遐后壁，再上后壁。上后壁。对。啊，这是算做买贵的买贵咯。哎，对，买贵的进前。啊，你头仔甲我讲，其实咱的这个北投的洪水，甲其他的所在无共款，是拢免放埔、免创啥，是啥物原理啊？才搞着。因为阮遮的迄个阳明山吼，北投这边水哦较特殊啦，哦，像咱在看北方，因为伊的温泉里伤过济，吼，所以你无得用摩打去泡。水就积掉。对，你就积掉啊，所以一定爱用迄个高点吼，管流较低。啊，阮的青红吼，因为伤过酸，吼，你的摩打嘛袂用的，你摩打用的。恁北投的较搞怪咧。哦，水都拢做酸啊，对酸性泉，对，酸性的温泉啊，所以哦，烧度搁悬，所以对咱这个材料，这差温度几度？阮的源头70度，啊，即马来到遮拢差不多60度左右。我头仔佫想要出去呢，我就差不多补甲熟去啊。哎，哦，所以头早咱看到伊做手龙去捡迄个物件，就爱手龙。哎，对。啊，像咱头早安尼顺，咱的同仁是逐工拢爱顺产，敢若顺产水安尼，逐工爱顺。因逐工吼，因会小行者，小看一下吼，啊，因会去即个温泉汤柜的上后壁迄柜，伊会去量温度，甲看伊的水量。啊，伊这也看温度水量拢有够，就代表讲我沿路就拢有够。因为阮是用高电安尼慢慢啊流。敢有发生过讲温度无够的时阵？像这地热柜的青红，目前佫无。唔捌发生过。阮比如硫磺膏，硫磺膏迄是气加水，气加水迄温度，阮会使去调整。阮会使用阮的水的济甲少，来调整伊的温度。哦。像寒天，阮就是至少保持55度以上。安尼就真少啊啦。是。安尼就真少啊。咱台北市是唯一有温泉法，还是讲咱整个台湾温泉法咧做管理？咱规个台湾拢有温泉法咧管理。所以老师你就通管去到韩通啦，讲遐倒位。是，我是提供咱政府啦，服务的，我做过。但是有咧真正咧管理的是咱北水处。伊算有一个统一的供水的单位，离咱的北水处、北水处，所以以后会扩展到倒位去。天幕哦，阮原则上，因为阮是重力人吼，所以阮原则拢伫差不多新北投这边。只是讲阮会搁去收一寡别个所在温泉区。哦，阮可能明年就去收迄个阳明山中山啦，中山的迄个温泉区。哦，是。阮另外搁一个咧兴义路，兴义路就是咧硫磺湖另外迄边吼，迄个温泉区阮买。龙凤谷啊？迄个是叫龙凤湖，对，龙凤谷，对。哦，就是迄，所以大家会记哦，你咧泡温泉的时阵是北水处哦，你来加宣传啦，部长感谢呢，来遐看吼，互你青红不接，唔是，然后你知影讲，红是原来是汽水，这就是青红。很了解吼。哦，耍温泉乡的记达，观众朋友们，不，观众朋友，这些人吼，这看起敢若明星呢吼，这吼，这系头家哦。嘿，许老板。无，是，你有主持人。其实是少年头家哦。无少年。你算无少年哦，你算第几代？第三代。甘老师吼特别甲阮介绍讲，这吼其实伊这真有历史，拄好吼代表着讲，这北投这温泉女社的变化。你甲咱讲者，咱自头咱阿公开始是做啥物？伊做啥物？伊是树林人啦。树林啊。嘿，对啊，有做真侪生意，对，很多生意对。啊，伊用去赚到的第一桶金就对啊，把东西加起的日本的会社，
哦，老的火车伊把它背起来，安尼拄开始是做迄个女侠无唔对，哦，拄开始是做女侠，对，后来差不多。有温泉无？应该是有，就我所在应该是有啦，应该是有，但是无啥物文献会当。无相片，嘿，唔知。甲恁阿爸咧？我爸，阮爸就我阿公有伊差不多民国47年左右有把改建先店。哦，迄阵时就开始有迄个孔古力啊。对，改木造的改造。47年老师，那47年。这应该是真先进迄阵时哦。是啊，恁应该是有赚袂少钱。老师突破盲肠啊！就讲好。较早迄个时阵，温泉产业真发达，真正来好好经营这个温泉的产业，应该是会当赚点钱。47年，恁有拄到美军来的时候？对，有，迄阵有，但是阮阿公有。较早就走啊，我十几年。恁爸爸就接手。嘿，我爸爸真少年时就接手啊。嘿，当时当然嘛是继续迄个就酒家的这个经营啊，饭店嘛吼，酒家迄个。有多摆咧载人去。我妈妈嘛做。恁妈妈骑多摆载人，你唔妈妈骑。买菜啦，叫迄个，对。哦，是，你要甲惊我，恁妈妈真厉害咧，骑多摆。啊，你迄阵还袂出世吧？我是61年出世。61年，迄阵时的光景咧，我会记得阮细汉时阵哦，差不多是林洋港咧做新主席的时阵，还是台北市长的时阵，就禁止。讲迄阵时就袂使阁有啥物有诶无，所以北投的生意才一路chan掉。对，真惨的迄阵啊。啊，迄阵时恁兜是安怎做改变？有撑一段时间，实在是袂动啊，就收起来。啊，有收起来。有歇业一段几多年。啊，迄阵是无拄到老师，无老师甲你记起来。有影。迄阵就阮爸爸就思考好，甲伊卡掉，用。重建，整重建啊，改成迄阵最流行的这个汽车旅馆那个形式。摩德路啦，歇业多年了，损失很大嘛，那就赶紧就转型。但是我头下来看，恁这都唔是摩德路啊。对，就。你甲改？我差不多是民国105年，1805。05对，迄阵。你嘛是啥年啊呢？差不多。你袂使叫你少年头家呢？无少年。哦。我做啊真幽默有用，才安尼小冬天。无啊就。这以后你若来遮吼，这阮公众人士袂使甲你讲店路名啦吼，但是哦，你着认真的人，温泉乡的记大哦。但是恁遮就变做讲复合式的，啊个妈妈啦，带囝啦，亲子的。对因为这个台湾这个消费形态改变对这个亲子的这个需求有空间设计有，就甲加点巧思，真雅，恁咧调工厝的物件拢真雅气。对。这果然是厝里有家底的才会安。无啦，我家己学设计啦。对啦，内行的啦。但是今仔日有设计一个啥物件咧？因为咱头仔有看青红甲白红，是糖贵啦吼。对。恁家是啥物红？阮主要是白红，恁家白红哦。对，青红阮嘛有。你嘛有？有，但是我因为也导致这个设备损坏率很高啊。青红较歹用。青红因较酸啦，伊的酸碱度差不多1到3嘛，所以伊比白红更较酸。所以会加遮的设备，加遮的汤啊伊的损坏率会较。一直更新安尼真麻烦。对，后来即马就青黄就暂时停用就对啊。所以用白红用白红尔啦。咱来看卖。会使。看这白红。来。好来，这就是阮的浴池对安尼。较符合白呢？这是安怎？阮家己观察，甲源头阁有气候嘛有关系。气候有关系，是安尼吗？因为咱这白红是来自这个叫做硫磺湖啊。老师，这个白红
伊的酸碱度差不多偌济够偌济？白红的酸碱度吼，差不多是3.5至差不多6，吼酸碱度啊。伊迄算酸性的硫磺泉，吼内底咱看到迄白白迄就是硫啊，硫磺。咱你泡的时阵，你有闻到迄小可安尼臭臭有无？哦，有迄个臭，洪水味啦。洪水味对，啊，迄就是迄个地热，咱拄仔讲的地热气喷出来内底的成分，主要的成分。啊，有的会骨骨的，迄是倒一种状？哦，靠观众朋友。哎，我等下家来讲。老师你讲，我互伊3秒钟小炖地。好。骨骨迄叫美人汤，迄叫碳酸氢钠泉。啊，碳酸氢钠泉。碳酸氢钠。离咱足济嘛温泉区足济拢是迄种泡开的骨骨啊，其实泡这嘛骨骨啦。因为吼硫磺吼，伊迄颗粒性的嘛是会当甲你去角质，啊，而且咱拄仔讲的白红内底伊有硫磺。啊，伊佫是咸酸，所以伊治疗这皮肤病足好诶，尤其是一寡霉菌所引起的皮肤病。这个是我研究内底，我有发现讲，硫磺伊佫酸，啊佫含有硫，这对咱身体来讲，伊是算甲阳、甲阳啦、甲烧的物件。哦，所以咱去热泡的时阵，我的研究伊对咱的筋脉的迄个能量的增强，佫比咱拄仔咧讲的。碳酸氢钠泉更加好。啊，咱即马吼，譬如讲，若是较热的时阵，因为咱小等吼会过去问这个咱的理事长。是。咱除了咧办这个温泉以外的时间吼，什么时阵是人较多，什么时阵人较少？哦，季节。阮着淡旺季时就分明的啊。对，阮热天时间。热天就真正就无较无人客啦。对啊，就阮的淡季啊，就较惨。这请老师去想办法，老师 idea 足济。对，上面行销策略安尼分享一下。五林汤，哦，大家会记的，看这个老翠秋，缘投的柯老板。五林汤。咱他对这个嘉宾过来哦，这一路其实咱这间大家就知。我也免讲什么名，看到这个人就知这是台湾商船文化观光产业联合总会，咱的总会长周水美是。啊，你就知影讲这间是什么？但是我来讲今日唔是要来讲因兜，要来讲伊是大汤库啦。我知影讲咱这温泉北投开始有这个什么温泉柜。温泉季啦，温泉季对，这边温泉马之里，温泉马之里，这是甲日本还有合作，有拜托因来欧演还是安怎？你讲给咱听。大家拢知影北投这个温泉的文化较属于日本式。日本式，嘿，即马目前还佫足侪日本宿舍的温泉会馆啊，当然有一寡温泉会馆啊，拢改建啦。过去伫个日据时代呢，兴盛的时阵，大概有200几间。啊，尾啊到光复了后，酒家菜时代，嘛佫有100间。啊，即马呢，大概大小的温泉会馆啦、温泉饭店啦，大概有40间左右。咱的过去拢感觉讲，这温泉敢若用之不尽，处处不完。其实唔是呢，唔是，完全唔是。总是爱想讲要来转型，要来变卡。是。会长你安怎想？对，所以2006年我就咧想讲，咱的温泉唔是，因为来北投大家一直想讲我要来泡温泉再来北投，但是北投唔是干那温泉，但是因为温泉是最有名气的，所以我的想法就是用温泉来带动地方商圈产业的发展。会长，你想讲？以后北投，因为即摆剩40几间，是剩40几间。其实我想慢慢看落去，有这间伊干那要行这，或者行这。你认为以后要应该安尼行这个，有一个总体印象，可会当保持多元性？对，这个问题足好的因为咱北投的温泉会使泡一届100块的，嘛泡一届
1000块、2000块、3000块的。哦，所以我们这是多元的文化，温泉文化区，100块的，嘛迄款的100块的人客，一盖泡3000块，嘛3000块的人客。但是在这个多元的温泉区里面，大家良性的竞争、良性的发展，各司所职，在我自己的温泉特色的温泉会所、温泉旅馆里面做不同的一个展现它的特色。啊，阮这人客真古水哦，各款的人客都有。古早我会记得泡温泉最兴盛的时代是民国SARS 之后，民国80几年、90几年的时候，以前少年的泡温泉啊，拢是我们这里都是亲子或者是这个乐龄啦，年纪较济的走来北投啦，少年的拢无要来啦。要啊，阮做这个汤屋以后，我跟你讲，拢少年的来。蒸炉啦，我安尼讲你都了解啊，我嘛做过啦，所以都变成讲啊，无咱来泡温泉啦，但是这个艺术啦，对，这几年已经有改变成家庭式的、亲子式的。现在我们在这几年的推广温泉文化、温泉季里面呢，我们希望用养生、健康、亲子、家庭。来到这里享受温泉，上苍给我们最好的古老的温泉，去泡出你的健康。哦，这听起来一梦大金呢。对，谭老师，想要1分钟，你甲咱讲一下。是。因为你也常常咧辅导这个温泉的相关吼。你认为北投甲其他所在上不同啊？而且你认为会当建议佮行的这个方式是啥物？北投这个所在真特别，因为伊台北市中心内底，伊坐捷运行无5分钟，伊就到咱这北投的温泉。第二啊，伊而且咱拄仔讲到青红、白红也好，铁红也好，这拢是足稀有的泉质，真罕见的啦。对，所以拄仔一直嘛甲主持人你分享讲咱这几年咱伫迄个学术界咧做这个研究，迄天我嘛带好国策顾问。咱迄个来罗总统的老师，咱的陈院长、陈顾问来阮校咧演讲，你讲这几档你推动这个健康台湾，我特别有甲报告，我讲温泉是一个足好的平台，一个载体一个载体里遐，对，真的，拄仔理事长有讲到，这内底有包含健康，就像我做的研究，这个健康，咱为迄个中医健美这个角度来看，啊，佮包含内底佮有足侪文化，食当地一寡餐厅，当地一寡迄个规划的说像博物馆，咱今仔嘛有行到，所以咱要其实毋是讲来打浸温泉，应该是爱为这个人，伊咱多元化、高质化，伊来到遮，伊会当。享受到伊想要去看到、去算到、去浸到的，对于人的心理层面、生理层面，拢有一个足好的帮助。这才是温泉上较重要的意义啦。唔那是身体泡温泉，心灵也爱泡温泉。是。今仔日学了真多，我搁知影头一摆知影讲这温泉是北水厝的馆。是这高长搁传咱迄个高长伊叫做温泉谷，温泉谷，温泉谷，好像敢若台北市有名。是啊，这实在所以甲主持人讲，是安怎爱泡温泉无？泡温泉有4个程序。不是安尼浸的对，一定是要让你的在泡温泉的过程里面一定要让你在泡温泉的温泉水，你一定要脚先甲浸落去。感觉这个温度袂歹，可以上合适你，你就再甲身躯先坐落去，绝对唔是一盖薄一个落去安尼浸咯，心中是定。对，一定要倒入去，坐了，觉得这个温泉的温度跟这个水质很适合你，一定要泡在心上下。好，那大部分东西坐式的温泉，温泉呢，它本身呢就是驱寒、保暖、促进血液循环、提升免疫力，保持你身体的温度，
咱的身体如果温度太热，叫做燥热；温度太冷，叫做冷地。对。但是如果你的体内的温度保持一定的温度，那你就是最健康的身体。所以泡温泉的好处就是平衡你身体里面的温度。虽然泡在皮肤上，但是因为透过你的皮肤的这个矿物质的热，还有让它的能够体内能够促进血液循环。今日呢真欢喜，从头到尾也有食，搁有看，搁有浸，搁有泡，搁听哦中医的理解，真好。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港界，北高温泉无够，以后我甲老师约束。尤其即马，这理事长是全国上权的这个理事长，带咱过来其他的所在过来踅踅。今天真感谢两位，感谢，谢谢主持人，谢谢。